又到光棍節嘅理性消費時間，今期血拼榮耀手機 X70，佢作為一部生存用嘅手機，好適合我呢啲拼生存嘅人。我買嘅版本係12+256GB，拼多多1500人就有找。晶片雖然係第4代嘅 Gen 6，但係 Apps 都可以雙開，雙收都好絲滑，仲可以打機添。講返重點，呢部手機吸引我嘅唔係佢嘅顏值，一模一定大圖，再加多個環，方便周圍黐。佢主要有4個 Hi 點，分別係光速、水電，唔係魔法。首先夠光，聲稱有6000 nits，有戶外模式可以俾騎手跑單用，亦都好適合我呢啲車手跑數用。第二襟跌，你冇變身巨人，正常線手都唔驚，防到2.5米高。不過戴咗套同埋貼咗芒貼，10幾蚊好貴噶嘛，呢個高度試下好啦。第三，防水，達到咗最高級別嘅 IP69K， 聲稱高溫高壓浸水噴水，乜水都防到。有時而家影整濕咗佢都唔驚啊。第四，電大8300mAh， 好似係目前手機裏面最大。換電由7點直踩到12點，同我一樣仲剩低殘血9%，正常人都可以2-3日先一充。最後佢雖然只得一個鏡頭，不過記錄劫後餘生都足夠。總結，作為備用機或者俾老人家用都係首推，雙手一買唔到就登錄100優惠啦。